雅麦香休闲农业观光协会为着要来延续着小麦仔文化一个热潮，特别争取着经费，伫个大雅保兴宫头前的麦仔田来规划着文化活动，佮设置着生态麦宫甲大型的装置艺术，真好耍，佮真好看。 麦仔听到麦人音乐声，嘛对咧跳慢步。当年3、4月份麦仔到婚的时，真侪民众拢会来遮翕相。农业观光协会为着让这个活动继续传承落去，规划1个月地景艺术节。我们希望说，以后情人节送的不是玫瑰花，而是我们青色的小麦，象征着含情脉脉。过去大雅麦仔文化敢若有1天活动，结束了后，现场的麦仔就爱挂落来，互真侪游客感觉真可惜。每年到了3月，其实大家都引领期盼，能够来参加这个小麦地景艺术节的活动。今年农业观光协会争取到经费，除了设白叶、参演大型的装置艺术，佮结合音乐、艺术和食茶文化，规划真侪文化活动，让麦仔产业的发展更加丰富多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